Hello，大家好，我係梁記，講古講馬講心水，又同大家見面啦。都係嗰句啦，多謝大家收睇先。啱啱過去賽事，周俊樂又起嗎？華籍騎師，除咗佢之外，何澤堯而家係一個，但係咧，周俊樂都落後佢3場嘅啫。所以季尾嘅告東尼獎，我相信都有排爭。好啦，你講起騎師嘅潘頓一枝獨秀，係人都知㗎啦嚇。反而練馬師方面咧，就好有競爭性喎。而家廖康銘啊、方嘉柏啊、希斯啊，都係1至3場之內有排爭。我哋剝花生啦當睇戲咁啦或者考下眼光啦，睇下邊位可以做練馬師啦好啦，近期熱門話題莫過於潘頓再一次揀錯馬啦小鳥天堂拱手相讓俾何澤堯執個冷煎堆最後150米如入無人之境，破埋班制時間而贏呢場1600米嘅經典一哩。無論點都好啦，嚟緊嘅打比或者咩大賽，佢都係屬於擂台等㗎啦。但係何澤堯保唔保到佢嘅帥印呢？好多花邊消息就話潘頓想攞翻嚟騎等等等等啦無論點都好，我哋剝花生睇下啦，啱唔啱啊？睇下事態發展啦。好啦，日以繼夜嘅賽事，而家去到季中階段啦，白熱化階段啦，好多質素新嘅馬亦都抬頭。騎師方面，麥文堅迅速打響頭炮啦，啱唔啱啊？眨下眼又贏咗4場啦。雖然禮拜3爆谷身體不適，而將呢個自有心得，好有心得，拱手相讓俾人。好啦，又睇下佢發展如何啦。其他騎師嘅嗌到啦，私人獨潮水，近期真係表現相當之差。無論點都好啦，佢都喺香港都4、5年啦，紮有根基嘅啦。我相信只要有馬喺手，亦都能夠反擊，係嘛？正所謂物極必反啊嘛。所以咧，聽日嘅賽事咧，小弟都幾睇好佢係坐騎嘅大家不妨多加注意啦，尤其是冷嗰啲啦，係嘛？好啦，唔好阻大家太多時間，介紹幾匹心水冷馬俾大家參考下。介紹之餘，希望大家撳咗讚先啦，好唔好啊？高抬貴手當俾啲動力我。我相信睇嘅人都唔少2、3千人，但係撳讚好少，可能係大家忘記咗好乜都好啦。高抬貴手撳一撳先。好，第一匹介紹俾大家2場9號二槍精神。呢匹馬喺審查程度上季一出已經贏㗎啦。今季以為扶搖直上，點樣知呢？蹉跎歲月未能重拾正軌。無論點都好啦，都近㗎。今次轉過嚟泥地試一試喎，打埋黃牌喎。金城邦繼續騎上去，大家都知啦。金城邦騎泥地係有一手㗎嘛。既然係咁，又有賠率，值得一搏。我相信呢匹馬點樣都10零倍嘅不過泥地嘅嘢好難講㗎，到時或者會有落飛砰砰聲都唔出奇。無論點好啦，賽前有10零倍，值得一搏。第二匹介紹俾大家嘅3場8號嘅睿智多寶呢匹馬係泥扣嘅團體馬，所謂嘅團體馬即係馬主有份參與嘅既然係咁，加多幾錢肉緊，呢個係理所當然嘅。近期都見啦賀怡嘅團體馬或者羅富全嘅團體馬等等啦，姚本輝嘅團體馬都好犀利無論點好啦，呢匹馬出過2次輸都係輸4至5個馬位，輸而脫節。復課繼續試習，嗌到啦，再騎上去，賠率亦都有，值得一搏。下一匹介紹俾大家嘅4場5號呢匹富心星。呢匹馬富心星上季喺發育谷1200米爆冷嗰場一放到底，小弟都命中無論點好啦，諗住佢今季會大放光芒啦，點不知減落翻嚟4班不自能止前一場喺發育谷1200米加大眼罩，喺前面放到翻嚟，輸第5，輸個零馬位嘅啫有理由已經試準㗎啦。上一次沙田加格冷河，今次轉為泥地咯喎，泥地大家知啦，放頭走幾時都係着數嘅再環顧呢場放頭馬嘅馬唔多一匹大番薯嘅啫。上一場已經匹馬好似食飽咗咁放唔到頭添無論點都好啦，而家有10零倍，值得一搏黃志宏大家都知啦，仲有4場就畢業㗎啦，方嘉柏都慳住用啦，啱唔啱啊？
下一匹介紹俾大家嘅5場5號嘅榮利雙收。嗱，呢匹馬希斯上季尾已經有腳影㗎啦，今季一季開初季初已經俾嗌到啦，幾十倍想去爆冷。點不知考第3考第2輸俾咩馬？白鹿金剛好似嗰啲我都唔記得咗。咁你點都好咧，輸唔脫節㗎，同埋敗不辱㗎。既然係咁，今次再做翻功夫，跑2場1600米，練一練氣，班德利跟住班德利繼續再騎上去，難得嘅有大樹遮陰，又有賠率，值得一搏。嗱，最後一匹介紹俾大家嘅11場8號嘅火焰小石。嗱，呢匹馬上季已經有頭馬交出嘅，好似3 win 添喎。今季諗住扶搖直上，但係呢匹馬好得意喎，會唔會配潘頓呢？交唔出水準嘅。上一場大熱門潘頓都係交唔出水準嘅，反而交啲2、3線騎師啊。嗱，今季贏一場咧就係田泰安騎。其實田泰安騎呢匹馬咧，淨係識喺大外檔衝啊，大家都知㗎啦。但係嗰場佢贏馬都係內力穿嘅，所以話俾你聽嘛，係好適合艾杜拿騎。因為艾杜拿最叻嘅咧就喺內欄捐位啊、攝位啊，喺內欄中檔衝一段咁。嗱，呢匹馬正係啱呢啲咁嘅騎師騎法嘅。呢次艾杜拿騎上去心慶得人啦，目標呢匹馬都係要爭分跑打比嘅，值得一搏。呢場馬有好多馬大樹遮陰㗎，我相信點樣都有10倍以上。好咧，我就介紹以上呢幾匹俾大家參考下。啱嘅跟多少，唔啱嘅或者我思我想，我見我聞，啟發到你嘅思維，揀到其他嘅冷馬咧，係嘛？最後喺度祝大家馬運亨通，旗開得勝，下次再同大家見面，拜拜。